登照離席馮淬帆，作者蒲鋒。喺馮淬帆去世後，唔少報道都有提到佢出身粵劇世家，父親係武生馮鏡華。粵劇行當武生呢，並非專攻武打，而係掛須演年紀大有威嚴嘅角色，所以包公、關公、文武皆演啦。喺麗戲六國大封相演封相嘅公孫顯，傳統唔少劇目都係以老生為主嘅。戰前喺粵劇行當中排首位，比文武生、花旦仲要專。因為傳統重視父親嘅權威，但到戰後，粵劇開始流行才子佳人或陣上招親等愛情戲，年老嘅父親角色開始變成附庸，武生有時甚至要演丑角，馮鏡華唔肯委屈，遂脫離戲行。後來更翻去中國大陸，結果個仔馮淬帆喺演藝事業嘅經歷呢，竟然同父親有啲類似。我屋企係喺1970年代初裝電視機嘅。自己算得上係無線電視嘅第一代觀眾，亦因此咧，唔同於後來嘅觀眾最記得嘅係馮淬帆喺《福星》《精裝追女仔》等電影系列嘅鬧劇演出。我記憶中嘅馮淬帆咧係第一代電視劇男主角，我冇趕得切睇佢同黃淑儀合演嘅成名作《夢斷情天》，但係睇過佢喺文天祥演文天祥同小鳳仙演蔡鍔，演來都正義凜然有氣派。許是由於玩話劇出身，佢有住吐字清晰嘅明顯優點。後來喺電視上面亦都睇咗唔少佢入無線前嘅粵語片演出。楚原帶佢入電影行，佢亦都多演楚原嘅戲。佢樣唔算英俊，但係演技突出。結果演嘅幾乎都係反派。佢喺楚原嘅係佔戲最重、壞事做盡嘅大反派。但係冷暖青春描寫大學生劇情誇張虛假，係脫離現實嘅社會寫實主義作品。我印象更深嘅係佢喺《浪子》中演尹芳玲嘅有錢壞丈夫。初有電視，人人都自然會成為電視迷。我嗰陣時習慣性地追睇無線播嘅電視劇，包括本地同外國製作。我好記得無線劇集由一周一集改成一周3集，名之為135劇場。首部推出嘅劇集係《春暉》，由黃曼梨飾演慈祥嘅母親，獨力把幾個仔女金興賢、李思琪培育成才。就好似人生第一次食雪糕，你總會覺得美味無窮。劇集睇得好感動，後來先知道咧，原來劇集係由馮淬帆編導嘅。馮喺無線初期可以話當時得令，喺幕前幕後都受到重視。馮淬帆後來因喺無線餐廳向人大發脾氣，事情鬧大咗，所以離開。之後去過麗地同佳視，亦都係幕前幕後兼顧。佳視嘅《隋唐風雲》，佢演要角李世民。馮後來重返無線，監製編導咗一劍天涯、刺青等中篇劇。一劍天涯無線以中篇劇取代長篇嘅初期，緊接名劇上海灘推出一劇確不如上海灘遠甚。馮監製嘅劇集最有來頭嘅係改編自徐速英子姑娘嘅《烽火飛花》，應算得上係佢呢期監製嘅代表作。演出方面，時代亦都變咗。一批英俊演技亦都不弱嘅藝員鄭少秋、夏雨、周潤發、劉松仁已冒起，成為電視紅星。馮淬轉任性格演員，雖然變換咗位置，從演出角度卻係佢電視演員嘅黃金時期。馮演藝生涯幾個最重要嘅角色都係喺呢個時期，包括執導保演拍老婆嘅牛精大佬，鮮明嘅牛脾氣，但有時為咗遷就妻子黃韻詩，自覺委屈咗父親劉克宣嘅戲，亦都發揮得好好。全劇格局雖小而精煉，包括馮淬帆在內，主要演員都有上佳發揮，係香港電視劇嘅一部經典。佢喺《飛越18層》演魔鬼考驗苗僑偉，頗似浮士德嘅魔鬼咁樣壞得嚟有魅力，講嘅魔鬼粗口喺當時流行一時。由鄭裕玲主演嘅《警花出更》嘅今日名氣不大，卻係馮一次好精彩嘅演出。佢飾演卡性火爆嘅老差骨奪命金金志剛，雖話係配角，但係佢嘅角色極之搶眼同有發揮。劇集第一集便讓佢嚟一個辣手神探式開場，追到賊係話自己忘掉槍中仲有冇子彈，問對方要唔要試下，嚇到悍匪投降。奪命金火爆起嚟，六親不認，但係上司歐陽佩珊又係愛人，二人關係遂產生好多複雜變化。另外升職面試，由於英文唔好而出洋相嘅笑料，亦都同角色性格結合得好好。相信係由於角色討好，無線竟然揾佢同劉剛兩個中年演員擔起一部警匪劇《神探霹靂》，同年推出，可以見到佢喺警花出更嘅成功。1980年代初，佢亦都開始活躍演電影，最後全身投入
喜劇演出多係延續佢電視上嘅火爆乾探形象，例如《血中血》同埋《夾心沙展》。佢喺電影入邊嘅突破性演出呢，係喺洪金寶奇謀妙計五福星中擔任五福星之一。喺五福星中呢，佢好少有單獨嘅個人笑話，唔似吳耀漢有一場隱身術表演。即使咁樣，佢表演仲係有個勢。喺群戲，你一言我一語時唔會被埋沒，而係有自己嘅位置。奇謀妙計五福星賣座後，佢成為福星片必然成員啦，就包括大賣嘅福星高照啦、夏日福星啦。福星片聲勢過後，佢自己導演咗一部冇洪金寶嘅《福星闖江湖》，之後仲有其他人執導嘅《五福星撞鬼》同埋《運財五福星》，佢都有演出。福星系列之外呢，佢又參演咗王晶導演、周潤發主演嘅《精裝追女仔》啦，飾演周潤發、曾志偉、陳百祥三人嘅車房老闆堅叔，一場收縮水笑話呢，喺當時為人津津樂道。王晶於是揾佢固定演出《精裝追女仔》系列，同埋衍生出嚟嘅最佳損友系列。從星途嚟講呢，呢個係馮最為人所知嘅階段，但係佢後來卻拒絕再演呢類型嘅鬧劇。若論發揮，又的確比唔上佢喺電視上嗰啲有性格嘅演出。喺上面嘅系列之外，馮另一個常演嘅角色係帶喜劇性嘅鬼魂或者法師。佢執導譚詠麟主演嘅《愛的逃兵》，便自己飾演譚詠麟嘅鬼祖先。佢同周星馳合演嘅《師兄撞鬼》，則把佢警察同法師兩個形象嘅結合。當紅時亦到台灣演電視劇，喺神仙老爸依然演善良嘅鬼。到亞洲電視與袁詠儀合作《祖先開眼》，演嘅又係鬼祖先。佢演嘅鬼都不恐怖，而係善良而帶喜劇性嘅。馮淬帆呢個時期唔只有喜劇演出啦，佢亦都演過正劇。喺爾冬陞執導嘅《癲佬正傳》便有好好發揮，佢飾演精神病人社工取 Sir。全片由葉德嫻飾演嘅專欄作家咧，同佢走訪個案嚟呈現精神病人嘅復康問題。取 Sir 一方面十分幹練專業，但亦都由於對工作認真，所以常會顯得對火爆暴躁。因為佢知道一個不慎會惹嚟嘅危險。角色某方面係佢嗰啲火爆警察嘅形象延續，但係演出嘅感情層次更豐富。雖然戲中演癲佬嘅會更奪目，但係佢卻似定海神針一樣發揮支撐全片嘅作用。最後嘅死也特別顯得動人，係佢呢個時期嘅代表作。嗰陣時香港片流行事後配音。我雖唔肯定係咪全部，但係自己所見，馮嘅演出絕大部分都係自己配，可見對自己演出嘅重視，演出效果自然更好。馮淬帆啦，喺演出之外，亦都有任導演啦，共執導咗約10部啦。但係老實講，成績都唔大好。第一部係《香港屋檐下》，影片講政客如何幕後控制黃賭毒同教育，明顯司法楚原，題旨宏大，但卻嚴重脫離現實。講教育問題，足仲停留喺楚原電影恆常出現嘅拜金校長巴結有錢人對學生不公平嘅嗰一套。1980年代佢再執導統，為德寶執導嘅《歡樂五人組》，輪到由佢執導爾冬陞主演，講一群年輕人因冇錢胡亂去做綁匪，結果要由馮自己飾演嘅玉森教佢哋點樣做一個成功嘅綁匪，係部情節誇張嘅喜劇，但處理起嚟卻顯得幼稚。亦有啲怒氣橫秋，眼中嘅年輕人行事衝動草率，做壞事亦都做唔好，其他影片亦都乏善足陳。最好一部應係上文提過嘅《愛的逃兵》，但係亦都不佔樣。倒係佢執導過一部錄影帶製作《危情羔羊》，值得一睇。劇情講吳嘉麗飾演嘅太太家中忽然嚟咗個陌生人，自稱係佢丈夫，偏偏身邊所有人都承認，十分奇詭。只係危片嘅製作水平好差。只有呢一點特別。我喺寫許紹雄嘅時候提過，銀河影像嘅一個特色咧，係會起用喺電影已沉寂一輪嘅電視演員。馮淬帆亦都一樣，佢本來已經唔大演電影噶，但係銀河影像咧，先後揾佢演出咗《復仇》同《意外》兩片，其中《意外》尤其重要。佢喺影片中飾演古天樂率領嘅製造意外4人小組嘅成員啦，年紀老邁，患咗腦退化症，唔再係誇張嘅鬧劇。甚至唔係典型嘅火爆性格，而佢演出自然較觀眾完全進入角色。意外嘅演出成功帶動馮又再活躍演出，而且唔止演港片，亦都有演台灣同大陸嘅電影。雖然戲份唔一定重，有時只有幾場。就中戲份重嘅一部咧，就係由錢江漢執導嘅《臨終總事》，
劇情係包貝爾到殯儀館學喪葬，鬧出唔少笑話，但又有感人嘅劇情。馮飾演殯儀館嘅火葬師傅，年紀老邁，留喺館中只為陪伴老妻嘅屍體。錢江漢係馮喺《歡樂五人組》《愛的逃兵》等多部電影嘅副導演，要馮演呢個重角係向師傅致意之舉。至於馮最後演出嘅一部電影就我所見則係台灣錢仁豪導演嘅恐怖片《鬼門之蝴蝶大廈》，佢演一個鬼屋嘅保安梁伯，戲份唔多，但係自然就有住臨時演員冇嘅台型。馮淬帆1960年代演話劇出身，顯然相當重視戲劇要言之有物。佢由電視上嘅男主角演正氣凜然嘅角色，轉為喺電影中作鬧劇嘅配角。雖然憑此得來好多工作，但係心底卻難免抗拒。所以之後喺訪問中曾明言拒演鬧劇，呢個竟同父親馮景華拒絕由武生轉演丑角類似。但係偏偏佢演嘅啲鬧劇最廣為人知呢，我哋難免會最記得嗰啲流行嘅鬧劇喜劇《奇謀妙計五福星》啊，《精裝追女仔》，但係同時亦都會欣賞佢喺《執到寶》《癲佬正傳》《意外》等影片嘅精湛演出。